台灣的厝價貴鬆鬆，對少年人來講，想要買厝是比以前更較硬鬥。無論是家己洗厝，還是和別人分租，無同款大的形式嘛，反映出因佇咧現實的挑戰當中，對生活甲一個家的期待。暗時7點半，台語台青春仔日網就要帶觀眾朋友來了解少年世代的居住形態。台灣的厝價長期貴參參，早就超過大多數上班族負擔的能力。對少年人來講，要買一間仔厝，為人生的規劃，豆豆變做遙遠的想象。在現實的條件之下，各種非典型居住的模式，嘛因為安尼來產生。嘛是繼續睡厝，對，繼續睡厝。我無一定愛買厝，買厝傷貴啊。覺得有一點累。我嘛有想過，會使住佇一個我理想的所在，但是講住佇台北，迄個成本是我無法度擔的。面對高厝價甲生活壓力，少年人開始重新思考大的意義。有的人選擇住佇車底生活，換行動的自由；有人佇容器空間，透過陪伴甲互動，建立一個家的感受。嘛有人敢若會當佇咧下錢錢的空間內底，勉強維持日常生活。無同的居住形式，反映出因佇現實的挑戰當中，對生活甲一個家的期待。長煙開好嗎？我感覺我會選擇住露營車，就是因為我感覺人生內底上重要的就是自由，好自由，人生像迄紅掉安尼。我現在就為台東搬轉來。我就是聽到你有煮剝皮辣椒，我就趕緊轉來要啉這個湯。我感覺生活內面你看到真實的人啊，鬥陣講話，鬥陣食飯，鬥陣看電視啊啥，這款的感覺嘛是真重要。無論空間大細，嘛無論居住形式，會當安穩生活的住所，都是百姓上界基本的需求。當少年世代佇高厝價甲生活無穩定之間無想，居住的模式已經毋是個人的問題，是這個社會愛共同回應的課題。記者綜合報道。